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如果你有2000万的美金，你会创啥物？环游世界，还是来报喜呢？这个人因为65周年跑进823，伊讲定定会互伊歹困，会着青惊，所以一定爱来选总统，就是这个原因。讲到两岸和平才会对伊行，这个人是郭台铭。 你感觉如何呢？今仔日好好来讨论。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中國國民黨新北市議員陳明基，主持人、觀眾朋友，大家安。第二位台灣民眾黨台北市議員林定宇，大家安，大家好。第三位是咱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蔡英雄蔡教授。 主持人、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學教授蔡英雄。那麼第四位是咱政治評論員吳文琪。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首先，和大家來觀察，到底鴻海的這個創辦人呢，郭台銘今仔日去到823的現場，也是金門太武山來參加這對書的活動，不過並無甲侯友宜做伙出現。 那麼郭台銘講到兩岸的關係，強調兩岸交流政治的基礎就是一中各表、9·2共識。民眾黨的總統參選人郭文哲早起就是去到了台北的圓山中歷史，伊講兩岸愛增加交流。 23透早就到城隍廟拜拜祈福，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隨後到太武山來參加823戰役65周年追思活動，甲總統蔡英文共台，兩個人互相點頭。侯友宜講，蔡英文有介意講一聲加油。侯友宜是再度向金門的居民來致意。我們非常感佩，也追思當年在金門的金門犧牲奉獻奮鬥底下。 捍衛了中華民國的安全，守護台灣的家園。另外一邊，鴻海創辦人郭台銘是到太武山的無望再舉來翕相，隨後到金門縣議會，按過說拄到民眾抗議。他要獨立，不是你說了算，今天獨立，你說了算。郭台銘無受到影響，再度來講到兩岸關係。誠實面對當年開啟兩岸交流的對話的政治基礎，那就是。 一中各表，9·2共識，接受各方各自表述的立場。甲郭台銘、侯友宜無共款，民眾黨總統參選人郭文哲是選擇到台北圓山的中歷史來主張這個兩岸愛增加交流。我主張降低兩岸的惡意螺旋增加交流對話，優先處理民生議題。我們的立場堅定，但是也保有彈性。 這才是確保和平的途徑。對着郭台銘講，想要來約啉咖啡，郭文哲是講要啉會使，大家攏是朋友，本來就無什麼條件，輕鬆就好。記者歐陽張主甲陳柏宇，金門台北報道。頭先觀眾朋友看到新聞大當中，那麼郭文哲已經講得真清楚，講吼兩岸吼唔通擱再惡意的螺旋啦，就是吼一直射袂出來，愛有吼真堅定，但是真有彈性，吼這是郭文哲。 那麼郭台銘呢，伊是2000萬的美金要來成立金門和平倡議的基金會，而且要在金門設立常設性的兩岸和平的協商辦公室。以後啊，大家要來講代志，去到金門來講就會使，免去走去到新加坡，設立到兩岸和平戰略研究所的智庫。另外，新媒體的平台要來推動兩岸和平的信息安全這是郭台銘，侯友宜呢？伊講要做兩岸的經貿示範區，那麼國安部所謂的情形之下呢，會當推動金門加廈門、廈門的這個通電力加通天然氣的廣線，建設着金門變成兩岸客運加客運的貨運的這個樞紐，這是侯友宜講到對。 大家對着金門攏真在意，但是事實上，這三個人還佫夾袂做伙。大家今仔本來想要看講，郭黨的應該是會來宣布要來參選，
朋友，为这议员，你感觉伊是当时才会来宣布要来参选的？第一个我唔知影伊会宣布要参选还是无会宣布啦吼，但是这段时间大家拢讲823伊要金门来宣布，顶届去金门海誓山盟啦。讲扛棒已经买300外把。有个人讲啥物连署书嘛有看到，我是唔知影啦吼。啊，这唔知影我就无法度讲，但是讲到823这个炮阵吼，可能观众朋友可能唔知影吼。这65年以来吼，国民党较早执政的时阵吼，李登辉执政以前吼。每一年对这个823炮战的这纪念日，吼，政府是真正真重视。到这个李登辉总统了吼，一直到阿扁啊总统吼，到这马英九啊蔡英文吼，其实马英九是逐年拢有伫重视这点啦吼。到尾下来吼，228吼，政府对228的重视超过于这个823，啊，这不是要比较，这就是讲。那当初无823炮战，那金门无甲这个炮战，这个台湾这个政军内底甲这个守卫这块土地吼，可能无今日台湾。今日蔡总统也去啦。我有看到。吼啊，讲实在吼，伊今日去个记到啥？记到胡琏的孙女，胡琏胡将军哈。是。啊，胡琏吼，这他。治博玉啦，吼，用国语讲叫治博玉。讲一个笑话，讲金门较早迄条路，阮做兵，我伫金门做水几啊兵啦，吼。金门上重要迄条路，环岛公路叫博玉路啦，啊，即马改名叫啥物路咋？叫柏油路啦。较早是无点仔加，即马有点仔加。金门就无像较早吼，迄个气氛。但是即马3个人讲起来，立场拢差不多，拢是讲着两岸爱和平。我应该讲4个人讲这个，拢讲这，拢差不多。啊，赖总统嘛是，赖副总统嘛是安尼讲，讲爱和平嘛。但是看起来因的行的脚步甲速度无共。吼，郭台铭是过党的是讲甲看这步是看甲足大步啊，伊是讲直接。但是一定假设讲对方会接受到一中各表呢？我是感觉是安尼吼。这个问题就是讲，台湾一直对讲这。台语讲恶意螺旋哈，一直在里面转不出来哈。我是干嘛是安尼啦？其实对方一直讲我1国2制啊，我们讲一中各表。其实我感觉这没必要去在上面去争议。所以起码咱的侯友宜、起立云讲啥物，符合宪法的9·2共识啊。我感觉这就是讲清楚，要讲一中哪个表啦，还是1国2制，然后讲不清楚，就是很简单，符合现在的宪法。咱的起码宪法是啥物状况？咱就是这么状况，所以讲我感觉讲，即马赖副总统讲出来的话，拢是较务实啊，袂讲去讲台湾要独立啦，中华民国要独立，我是感觉讲选举来讲这，大家伊骗票，但是我听会落，但是即马郭台铭过党会讲倡议两岸和平，我嘛感觉袂歹，但是要讲好清楚，就今日有人去甲抗议嘛吼，讲你开这时你要创啥？你到底这个开2000万美金你是要创啥？所以要讲好清楚。但是我嘛感觉讲台湾无需要讲，人讲一个伊的观点，伊要选总统会使，不是袂使哦。伊要提出伊的政见，你会当去甲挑战，哦，你可以去看他的政见内容。但是你莫讲，人还袂讲，你人无硬讲伊是啥物出卖台湾主权，我感觉唔通。但议员，我想要问你，毕竟是国民党党籍的这议员哦。啊，即摆即咱也必须要了解讲，郭台铭伊基本票也是在国民党嘛，吼。啊，这安尼出来，你敢有甲赞成？伊要来选，当然伊有权利啦。我赞成。我是感觉安尼啦，伊若讲宣布要选总统了后，伊讲出来物件就是伊未来伊若有机会当选总统，伊的政见。伊即马毋是嘛，吼啊，伊要去做这个代志，就敢若另外一个你会听伊袂？伊毋是国民党，我哪要他听伊？啊，就这对吧？啊，我讲。每一党拢有伊他的中心思想，好，你要甲这个观众朋友，也甲是甲台湾人民讲，那本党来执政，我们要安怎走？所以今天侯友宜讲的所有事情，我们是要概括承受的，这样想我后。啊，今日看咱侯市长讲的比较事务性啦，好，金门甲厦门这班通水通电啦，天然气啦，哈。啊，但是伊嘛算巧啦，哈，我嘛感觉有人甲当头卡。因为金厦大桥后边佫加和平2个字，这是好代志。啊，若无吼，那国语吼，金厦跟足惊迄金厦吼，音是共款。啊，要公投咧，伊要推金门甲厦门的和平大桥的公民投票呢。我感觉讲，啊，这个投票是，这小小等下咱请教各位吼，这投票是金门人投票就好，还是咱全国人爱？
这要看你给它定位。如果它是事务性的哈，比如讲我人想起来，咱的公投就是讲对事来投，对政策对事情来投。啊，金门你去投，我跟你讲，你问这就简单的嘛。金门甲平和讲，啊，你要交场要开还是无爱开？你讲台湾人要去投，啊，绝对嘛通过。金门人讲，阮的代志你要投啥物？平和人去投票袂过。所以我感觉讲，如果是事务性，水啦、电啦、吼，这个桥啦，因为如果说金厦大桥通的话，后盖坐飞机袂去金门坐啊，伊就过迄边坐迄边飞行机，这个牵涉很广啊。也牵涉到国安，这都不是事务性啊咯。对，我就说也牵涉到国安。这你要讲出答案嘛？水啦、电啦，这物件吼，我感觉这是较无遐么严重啦，不就它断水断电而已啦。但是看起来嘛是跟国安有关系啦，因为跟你缩起来，无你水无你电，无遮严重。无遮严重。金门周边我来讲，这讲起来千瓦米吼，我收水就收会贵啊。无遐严重。要水才收去摕就对啊。唔是干你讲，我就讲没有这么危险。哦，这多年来啊，所以人大家讲吼，金门吼823炮阵吼，遮的吼600几个人死，1000我会记2600几个人受伤，这3000几个人，这若无因较早安尼替台湾伫拼吼，替金门拼这823炮阵吼，无惊你台湾。所以讲今年65年，因为这3个总统候选人吼，拢有对这个4个啦吼，包括赖副总统。现任的总统，拢有对这件代志吼表示意见，我感觉是好代志。台湾起码需要这个声音。啊是。恁议员吼，是。恁民众党吼，头早我听这个郭主席讲吼，这我真坚定，但是呢，真有弹性。但具体的做法是啥物呢？敢有具体的做法？你即摆是讲对？两岸啊，两岸，即摆应该是安尼讲吼，两岸的和平真正足重要的，因为你会当看到吼，即摆4位可能的总统候选人，大家拢讲2024年和平是第一要务，大家即摆就是无人要战争嘛，因为无人想要家己的囝吼，家己的厝内面的人去战争去拍嘛，为虾米？因为即摆台湾的国际的情势真正足困难的，这是大家拢知影。是。今仔日阮会当反对中国，毋过阮无需要去反对中国嘛？中共甲中国两个爱分好清楚，所以即摆是安尼讲，咱两岸的和平，即摆台湾会当家己做，家己来决定无，这是上重要的一个代志。所以国民党主席一直讲，两岸为虾米爱互相大家要互相熟悉嘛，爱互相交流嘛，爱大家要互相体谅嘛，这就是即摆。阮两岸进程吼，即摆发生的问题，因为即摆蔡英文吼总统即摆做到啥呢？我必须要小甲你请教一下吼，伊遮所讲的吼，咱这看这内面吼，郭主席所讲的两岸和平、台湾自主吼，啊两岸一家亲吼，5个互相，啊避战不为战，宁战不求战吼，两岸特殊国与国的关系哦。这听起来真。而家真，这是不是过去甲李登辉总统讲的？这到底是啥物物件？我想吼，这吼国与国的关系，即摆大家拢在讲。其实你看哦，郭文哲主席讲的这甲赖清德、甲侯友宜、甲郭台铭，其实咱这4个人讲的拢差不多。为虾米？因为即摆阮台湾要安怎自主？但是这是郭主席应该是这今年头一摆提出来。特殊的国甲国的关系，无这特殊的国甲国关系，其实为李登辉总统，对啊，我意思是讲，郭主席是头一摆讲。所以你会看哦，即摆吼，为虾米赖清德副总统伊爱讲，这应该不是郭主席半暝食西瓜反正。当然嘛，唔是咯，我感觉吼，咱两岸的问题吼，真正是袂当黑白讲。所以为虾米今仔日阮爱确定，阮有家己的总统，阮有家己的国家，阮有家己的领土，阮有家己的钱，即摆是。要安怎面对中共吼？每天安尼战机安尼飞过来，伊讲吼，爱加较讲吼，多讲特殊啊，加较讲特殊啊，较少讲吼国甲国啊，这是啥物意思？讲我甲你足特殊的，但是我甲你是特殊的，煞无啥，安尼是这个意思吗？嘛毋是安尼讲啦，因为即摆吼，我感觉两岸的问题吼，真正是袂当安尼凊彩来讲，所以。一定要慎重，你会看哦，郭文哲主席只要讲到中国相关的问题，一定会提供出来，一定会提供教练，
因为这种物件袂当安尼凊彩来讲，所以即摆阮来爱看到两岸和平、台湾自主是即摆阮台湾民众党2024年最大的目标。为什么？啊，联合政府团结台湾嘛。因为即摆大家拢感觉讲，中共敢若一直要拼过来我们在国际间敢若拄着足侪困难呢。但不过即摆是安尼，阮台湾经济爱顾无爱。啊，即摆阮台湾在中国的依存度，敢若无法度放落来，因为即摆蔡英文总统敢若甲两岸的关系用甲足紧张的，所以为什么？首先头一件代志爱先交流嘛，爱沟通嘛，所以具体做法是要安怎交流？具体做法？先从文化，咱文化较无冲突的民生的问题。对不？因为即摆台湾人的经济爱先顾嘛，大家饱都爱先食好饱嘛，嘿，再来讲嘛。所以我感觉即摆是安尼，两岸和平，台湾自主，我感觉这是前提。假使讲台湾无法度决定家己的代志，这种代志，我感觉4个候选人拢无法度接受啦。蔡老师，是你甲分析起来这4个候选人到底对着两岸政策有啥物差别无？听起来有是差别在有做法无做法，有讲法无讲法，但是敢有真正有差别？伊讲譬如讲赖副总统讲的是主权独立的国家，那么郭文铁讲的是两岸特殊国甲国的关系，只是讲即摆莫讲国啦，国讲特殊啦，这我唔知是啥物意思啦，但是呢，像侯友宜伊反对台独。反对一国两制，但是伊嘛讲这是中华民国宪法啦，嘛是一国这郭台铭嘛是讲中华民国到底是大家是咧差别，是咧差啥物？是啊，伊这两方的关系其实就是这几个政党的候选人其实上大的差别。比如讲赖副总统伊讲的意思是讲，中华民国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咱两个是无交叉的，咱的主权是拢独立的。拢有排拆的，但是若对着郭文哲主席，伊就讲这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啥物意思？伊意思讲强调特殊，所以就是国的部分就较无讲较无讲但是对中国来讲，你主张一中各表嘛无效啊，伊是甲你安那两方拢来强表一中，伊的原则就是安尼，你若无接受这个，伊就无甲你对话。在你的看法，侯友宜讲的。符合中华民国宪法92共识之下，到底是毋是会当符合着这个习近平所讲的这个一中，就是一中，无啥物个表。其实伊这就是伊过去马前总统讲的，就是讲爱符合中华民国的92共识。啥物意思？中华民国的宪法内底有规定，一国两区、大陆地区甲台湾地区，而且伊这个意思就是讲。伊即个意思就是讲，主权咱互相无承认，但是若地权的部分互相无否认。啥物意思？就是讲，伫主权的部分爱放软啊。但是我要甲提醒，主权无法度放软，是安怎？主权是有，是无？主权是上悬的啦。你要甲伊对话，伊甲你讲来，即个先接受，其他搁讲，就是讲你的姓呢先摕掉，你要甲我共姓，来其他。佢才来讲，所以毋是讲咱不爱甲伊对话啦，是伊咧对话过程中那是政治性。那照人来讲，这4个拢无法度去啊。毋是，我讲国民党甲迄个民众党，因较有机会啦。因为因总是会较放软嘛。伫民进党来讲，伊无可能当接受这啦。意思的，但是伊一直讲这战争是因为民进党造成的啦。但是咱嘛袂记一呢，较早过去老周总统是要反攻大陆的呢。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讲，因拢一直要甲咱拍啦。大家唔通袂记即个代志，所以即个4个候选人对着军演的代志，拢有提出谴责，就是讲中国你唔能够一直压迫台湾。我感觉这是足合理的啦。我简单咧讲一个迄个过党的代志啦。伊就是讲，即个政治的山盟海誓，唔是讲要永远做伙啦。啥物意思？因为政治拢4年8年啊。家己种一丛，较赢咧看别人啊。伊今仔讲遮个代志，伊过去对国民党嘛足好个啊，国民党无钱的时阵，因母啊摕4500万出来运互国民党去处理嘛，所以就是讲过去对国民党来讲，看着过党的，无乐无少啦，过党的长，过党的短，大家毋通袂记一个呢，伊即摆要参选啦，开始讲哇这，
哦，你过党安怎？就算过党也无算好啊，你要安怎去处理国民党主席的问题？你总是嘛是个两组啊。吼，所以我感觉伊这重点吼，大家唔通感觉讲对无唔对，伊要参选是伊的自由，吼啊重点是安尼就讲，你嘛人情留一线啦，日后好小看啦，吼唔通吼你直甲骂，伊个票会走去对，会走去国民党阵营内底啊，因为伊迄就是国民党阵营内底，所以你唔通一直甲骂啦，迄骂是战略拢是错误的啦，哦，我的看法是安尼啊。你咧个建议就对啊。对是。那就来请。我是安尼看啦吼，即次安怎讲吼，我们套句对啊，听其言观其行，安尼来讲的话，即几个啦，我讲你讲第823即马讲炮战的即个金门咧讲遮的话啦，今仔咱总统府啊，对蔡英文总统去甲遐讲的，讲哦，伊讲823的精神就是不分党派，所以我讲咱即马咧讲即个题目进前，我爱提醒伊，进前徐家清副秘书长讲823歹势哦，是中共甲国民党的迄个相战哦，甲咱台湾人无关系哦。咱总统爱先表态，吼讲哦，咱这句话是唔对，咱开来开始讲，安尼才有道理，因为咱大家是做伙嘛。好，咱过来看讲啊，赖清德哦，个这个侯友宜啊、柯文哲啊、甲郭台铭，到底因的这两岸的这个政策是安怎看啊？徛伫我的立场啦，我即摆是老百姓，我唔是东江，我甲讲足简单，对我来讲。谁给我牛肉，我就支持什么人。你免甲我讲一寡分家规啊，哦，讲啊会飞天的政地啦，我检查就讲你到底互我啥？所以你看你怎样看咱的这赖清德，伊甲你讲的啊，伊讲哦，我是华尔街投诉讲哇4个坚持啥，但是咱即摆看到的啊，真歹势。咱事实上，咱比起马英九的时代，咱参加咱的邦交国愈来愈少，愈来愈害。咱即摆老百姓，咱的学生爱3+1政策，然后将两岸现状改变，到底是较好啊较歹？答案就出来啊。所以你讲较济，你讲较济，我甲你检查，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可能有问题。啊，你若是真正甲我讲，哦，台湾独立无迄个途径的话。大家就会想啊，你什么是咧装笑的吗？啊，即马市民甲进前咱的迄个辜宽敏，伊乃是地下有知，啊，唔真正会哭出来，啊，唔拢咧算假，啊，过来咱来看即个所谓侯友宜啦，我讲一句较粗鲁的，吼，我讲你讲较济，其实我徛伫我的立场，我感觉伊讲伤济啊。简单，咱就是中华民国，咱是中华民国的宪法，咱就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其实你要加一个前提，讲合乎中华民国宪法的什么9·2共识，迄假讲，为什么呢？我即马是要做总统的人哦，照你讲，我爱比蔡英文、赖清德，啊是这个什么人，我都要比因更加前进、更加进步的想法。所以你甲我讲，回到马英九时代，不统不独不武。我甲你讲实在，我若是咧批考试卷啊，这个学生就是可能60分。伊无及格，甚至你爱比我更加想法，你到底？老师你足严格。对，无你爱对两岸，即马对咱来讲，台湾就是讲。到底和平还是战争？所以你看遐郭文哲嘛，无啊，当然啦，因为我讲虽然曾宇是咱这个重要的幕僚，但我爱讲啊，为什么今仔伊讲的，我小可批判者，你讲少谈特殊，多谈特殊，少谈国与国，真歹势。这个时代，若是讲台人有咧要抗议，你抗议这李登辉讲的啊，除非柯文哲伊讲的是假话，是假新闻，啊无伊若真正来讲，你爱先甲谴责。所以咱即马有在讲，人讲柯文哲足骨溜的，哦，安怎讲那些横看成岭侧成峰，反正就是两岸和平，然后什么台湾自主，但公家拢假讲有啥物，就是咱讲的。吴老师，你无意见？我感觉伊拢无意见。就是拢爱检查。对我来讲，你免讲遮济，你甲我讲，咱大家拢知影，一人一家代嘛，公马随人菜。但是你要安怎做？因为咱台湾不管是经济，吴老师，我来请教，咱是要安怎做？对我来讲吼。好，我甲大家讲，咱就徛稳咱中华民国，咱来依据咱中华民国的宪法。我甲你讲，中国袂使这两字的诠释权绝对无需要，互咱对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甲抢去。其实当初咱唔在讲咱的什么中油啊，什么中钢啊。你家己要放掉啊！咱进前是1912年由国父孙中山所创建的，我感觉你要加油啊！所以你若今仔来看，咱阁看一下郭台铭，但这四个啦，我坦白讲啦，哈，这四个咧讲，我感觉郭台铭来讲无一种个表。文记你的意思是讲，这是中国的权势权爱摕手头。
咱要有另类。所以伊才看咱会起，才会跟咱来对待。这就是我咧讲，这就是另类思考。你有当感觉讲，嘿，安尼行过可能会出代志，但你唔知，这个物件其实你爱捡来用。捡来用是一样，你不要讲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咱中华民国本来到即马就是他曾宇讲啊，咱即马国家拢伫咧啊，咱有邦交国，你为什么在第一时间你讲啊，我就放掉啊，因拢叫当局，我就叫台湾。咁真正安尼做是对的。你看，所以我讲，我看马英九甲看蔡英文，因即马伫就伫邦交国啊、经济啊、FTA 啊，咱拢倒退路啊。你免甲我讲这些，我就讲无要紧。你若讲你遮熬，后尾你做互我看，后尾你摕一个新的有法度甲。所以你看偌清烈，伊即马讲规半部，各位，我讲你摕一个物件互我看好唔好？他牙牙学语啊，伊甲讲的拢是错。你认为你若提出咱中国、中华民国阿强啊，还是莫讲阿强啊吼，习主席会甲你接受？我跟你讲。真歹讲，为什么你知无？恁去看伊最近的气氛咧改变，我甲大家报告。你若是甲中华民国的宪法甲敲掉，你讲的讲，即马两个读空气就对啊。无，你即马听歹势哦，我甲旁人报告，大家听看卖。两个中国，伊讲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迄是无可能。伊感觉伊讲我中华人民国迄个上大，但是你爱知影，阶段性的两个中国是一个工具性的价值的时候，你甲讲，咱上尾是要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上尾咱要爱合作的时阵，但是你即马爱互台湾有一条路通行，这条路通行就是咱中华民国一直存在。你安尼讲起来是要甲伊共款有统一复兴的这个。咱爱尊重咱2350万人的意志嘛，但是你爱甲你，所以我讲国民党爱讲互清楚，偌清调嘛爱讲互清楚。啊，无你柯文哲有些大家讲你足够，你说对我就我的了解，大家拢你感觉讲，怪怪哦。对啊，这大工程哦，这个请教着议员，你敢有接受讲伊嘛是中国国民党的？我相信恁内面足侪意见的呢。其实文琪讲的是务实派啦，因为伊免选举啊。我跟你讲，你起码莫讲伊死的啦，搁第5个要来选吼，伊嘛是讲共款的话啦，啊无法度，这就台湾的悲哀。但是我嘛讲，不要去操作我们自己的不幸。咱起码的世界吼，咱我们的邦交国吼一直在减少。你害我头拄仔去做民帮啊，即马搁甲拍气。不是我来讲，我们台湾的邦交国一直在减少。我看蔡英文总统吼，敢若无差呢，伊敢加一个减一个无差，其实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世界上过去在我们国民党交出来的时候，还有22个22个国家承认中华民国。啊，这个物件你若搁甲淡掉，就麻烦呢。今日大家看到一个一位，我要很小心的讲啊，一位女性哈，一位女性，伊去这个郭台铭伫演讲的时阵，伊去甲呛声。伊头前讲了，我感觉会使。伊讲你要创啥？你摕这钱要创啥？讲会使。到尾啊，伊发现台湾爱独立，我分道啊。我感觉这个时阵卖跟讲这，最近哈常常有人一直传这个相片我看，这相片下面哈，这个导播可以看一下。这是对，这是咱的副总统。啊，我来讲，我若规工也这物件去甲拄吼，甲签吼，伊嘛袂爽快。如果为着台湾好，为着中华民国好，他愿意调整，我觉得这是好事，免一直在修拄。但是拄则文琪讲到一点。徐家清讲的代志，今日徐家清应该蔡英文总统应该讲，你袂当安尼傻咧话乱讲。你讲啥物？823炮战是国民党甲共产党咧拍，甲台湾啥物时代？我感觉这无道理。第二个，民进党嘛爱甲大家讲，你袂当逐项吼讲甲喙拿全破。迄当初克法讲是国民党要出卖台湾哦，弄甲安尼，少年啊拢去立法院控争。你讲啥物？伊讲吼，迄若克法通过吼，查某找无翁啦。查甫找无工啦，那找囝爱去乌龙工啦。啊，即几工我开始讲，科法袂当断哦。断去的时阵，台湾是安怎拄安怎？我来讲，拢是用骗的。啊，即马时代吼，电脑、手机啊，你小 Google 一下吼，拢知影。所以我感觉政治人物会记一点就讲，你的立场上不是不能转，但是你要转是为着台湾好，为着中华民国好。阮企的立场徛了就实，就是中华民国，我嘛支持。啊，你若讲你有感情，你讲我无爱讲中华民国，我要讲台湾嘛袂要紧。但是呢，咱嘛莫讲吼，草莓啊人家讲，咱嘛莫讲哦，你偌大我说嘛无可。所以呢，今嘛在演习吼，我们今年是汉光39号，归侯是怎么算，你知道吗，主持人？汉光39号哈，就是第39届，我是汉光6号
33年前我们在演习，迄当阵阮看阿强还是看伊沙布诶，无啥。这33年来因的进步甲因的军事不可以小觑。但是咱不是讲伊偌大，咱就惊伊，咱嘛爱自我强大，所以我们要国建国造、潜舰国造。但是我讲一个重点就是讲，我们也不能说跟他义和团呢，不要紧，咱台湾上用，咱就甲伊拼，咱就甲伊冲。我感觉讲，这4个人，佮第5个人嘛，讲共款啦，和平啦、安全啦，我感觉这是好代志。卖去人，为什么？无一个人爱小钱。议员啊，这讲一支长长啦，对，到底是要安怎做？是对着两岸真正有这个帮助，还是讲对着台湾和平有帮助？在你的看法呢？其实我感觉因的共识就是维持现况，不是吗？哈，对不？就是讲我对我来讲，我就知影我这个派出兵汉草好，性地佫歹，你规工也枪甲堵，伊就甲你拍你。你要我拍，我嘛甲你相信，我拍袂了，我嘛甲你扇一骹，甲你加一喙。咱即摆枪敢有举出来？我这边重点是讲，就像今日这位女士这位小姐，你无代无志，人去讲人的，她讲她的倡议，她讲她的和平，你去遐，你去呛不要紧，你呛起来，你讲台湾爱独立，开会啊，焦点又模糊掉了，迄两个一个造出来讲，中华民国就台湾就是恶意的螺旋，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感觉讲，包括咱就电视咱伫这个政论节目上讲，我都常常讲，咱来讲一寡咱观众朋友听了讲，伊讲了有理哦，就算讲。我无介意，但是我会当接受哦。我就是爱台湾独立，会使你放去生活来。有人讲我爱统一，嘛会使你放生活来。即马台湾人台湾独立甲两岸统一拢无可能嘛。咱就好好伫台湾这片土地，大家好好过日子。这4个人明年正月13号选煞了，拢共款啦。我甲你讲，拢共款啦，无一个外熬啦。就是选一个讲，互台湾现况会当更较好，现况更较安全，这是较实在。委员，这我就爱这议员我就爱请教你因为大家拢讲这个瓜主席看起敢若青，内面敢若红的，要不内面青，这内面到底是红的还是青，看袂出来。佮讲像文琪讲瓜主席讲话真骨溜啊，但是实际上我看了这我真好奇呢。伊来讲特殊甲国的关系伊特别安尼讲是选检必须爱安尼讲吗？咱来看这个民调这个民调顶头赖清德即马拢38%左右安尼瓜主席小可落落来20%，侯友宜有小可爬起来20%左右啦。这是毋是伊在选战的策略顶头，伊要来调整要来修正，还是讲无我一路行来始终如一？其实你会当看拄则咱讲遮济咱有一个共识，就是中华民国是咱唯一的共识。你会当看即摆民进党蔡英文、赖清德，所有的人即摆拢足罕咧讲台湾拢咧讲中华民国。你看赖清德即边去美国，是毋是以前拢未摕中华民国的国旗？即摆是毋是即边？民进党的党旗、中华民国的国旗拢摕出来啊！即摆敢若拢无台湾独立的迄个旗所以你会当看，为什么即摆两岸的状况伊爱洗挖？即摆连民进党拢在挖啦，因为即摆台湾的状况真正就是较特殊。即摆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即摆大家是全世界大家拢有共识，只是你讲。即摆看到即摆民调敢若起起落落，毋过我讲实在话啦即摆民调阮爱看迄个势，毋是看迄即阵敢若起落落，你嘛知影嘛，就甲股票共款，你爱有起落落，就表示有人在甲你在意嘛，对无？即摆柯文哲敢若有较来一寡，可能是因为是安那，我这毋知要安那用台语讲，龙困浅滩呐。即摆就侪市政的议题，甲柯文哲绑掉的。毋过你爱看即摆阮咧国际顶悬，咱台湾人一定爱团结。为虾米？咱台湾人拢无团结啦，别个国家看你衰嘛，对无？所以咱即摆爱有共同的共识，就是中华民国即摆我们要一致对外。所以你会当看，为虾米赖清德这边伊的民调敢若有甲起了？因为他开始转弯了嘛。以前过去30年，伊拢讲啥？拄则议员提出来，台湾独立万岁嘛，对无？为什么即摆伊爱洗挖？
就是因为美国对伊有怀疑，对不？美国对伊打上一个大问号嘛。即马就是感觉讲，赖清德，你卡说讲你2024互你选掉啊，即马是毋是咱中华民国甲中国遐两个是毋是会拍起来？所以为什么美国还鼓励官方的说，即马你台湾甲中国你两个爱开始对话，袂当讲安尼落去啊，因为讲安尼落，即马阮讲一个事实啦，美国。中国甲台湾，阮三边关系本地就足困难的。即摆咱台湾的安全，我们拢爱依偎在美国顶悬，对不？所以美国也鼓励咱一定爱沟通、爱交流，因为交流一定比交恶好嘛，对不？和平绝对是比战争更好嘛。所以即摆你也当看到，民进党嘛在说话啦。因为今麦大家共识就是中华民国现在是全国的共识，包含到我们现在还有邦交国，邦交国签的是什么？中华民国。所以我感觉2024年今麦大家爱台湾人，今麦爱团结。台澎金马就是中华民国对国际间一致对外的一个共识。我感觉这个问题，卡说讲你徛好在，我感觉国际上不会有人搞阮怀疑啦。他昨啊议员也有讲着讲这种的这错误的政策也好，还是这意图也好，致使着咱台湾他文记也有讲，咱台湾的邦交愈来愈少，经济愈来愈歹，安全愈安全但是在台湾，咱必须要同意这8党以来这将近8党以来，民进党的执政甲中国的关系的这个变化，其实是整个世界大势包括美国伫后面你看来看去啊对。所以咱咧讲甲喙甲全破，讲甲安全，其实美国老大在咧讲啥物，咱就必须要注意。所以即寡主张，即寡主张，美国人也讲我反对恁两边拢袂使片面来改变，对嘛？对啊，所以维持现状嘛，即摆就是不管是民进党、国民党、台湾民众党，大家共识啦。这有啥物动作面啊？就譬如讲，上无这阿明啊，伊个讲要成立基金会啊，2000万啊我是看咧老嘴烂啦。美金2000万蔡老师。是，其实重点是安尼啦就是讲，台湾这几年做的代志，就是要做证明一件代志。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就是讲，这个赖清德一直过去伊方强调讲伊是迄个实在的台独工作者但是是安尼啦伊即马解说的意思是讲这个台湾事实上一定要有独立，法律上无法度追求独立，但是伊的名叫做中华民国，伊的名叫做中华民国，所以这啥物意思？就是讲。中华民国是水，台湾是杯啊。因为过去咱嘛有日本统治啊，清朝统治啊，啥物意思？但是侯友宜的看法毋是带倒边，侯友宜的看法是，台湾是水，中华民国是杯啊。这就差伫遮啦我是看安尼啊伊最近就讲的金门甲厦门这个桥要起其实足简单的，这是全国性的公道足简单的嘛。因为你若两岸要相通，一定要查验你的。台胞证嘛，查验你的这所有的证件嘛，这无可能是地方的一个公道。比如讲金门人因同意要起这个桥，但是这是陆委会决策的所在，就是讲这全国性的。真金门无欠电嘛，无欠加速啦，有欠水啊。所以伊讲要四通，我个人的看法，这有难度啦。这是事实上有难度啦。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讲，过去无毋对台湾的外交关系有较歹，但是。实际上的关系，包括咱交美国的关系，拢有提升，嘛有签一个贸易的协定，这种就是讲，政治是安尼啦，无法度抹壁签名光啦，伊当有当时底规度啦，无你当然对国民党来讲交流，对，比如讲月底咱周万安市长要去上海，这嘛是伊双城的论坛，伊去会当交伊交流，咱当然这是因的做法嘛。但是问题是讲主权的部分，我感觉这是无可能的代志。中国嘛无可能放软啦，一旦放软，放弃这个一中的原则，伊就免这头路拢死掉啊！再来去用掠去关啊！但是因讲无可能讲，你嘛较软的。我即摆现出是拢卖问你讲，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我拢卖问。无，但是伊会惊人，但是民进党的继续执政，伊就是无可能啊。
伊足简单的，伊足清楚的啊。民进党即马嘛会讲我是中华民国啊，迄无效，迄是无效。所以你看为什么郭文定爱讲五个互相熟悉、互相体谅，吼，大家互相。所以郭主席咧讲的话是讲互阿强啊听。当然啦，因为阮一定爱甲阿强讲，你卡说讲你要拍咧，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你袂当黑白叮当嘛，对不？所以今摆的问题是安尼，大家爱互相爱交流。啊，胡老师，安尼你甲拍几分？安尼讲啦，吼，我感觉中华民国是咱也徛在一个决心啦，吼。因为你若是去看你讲看阿强较早，咱定来讲，伊咧讲所谓一中原则，伊是3阶段论，大家来咧研究这吼，蔡老师拢知。好，一中3阶段论，所以大家拢想啊，伊讲的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你若即马咧观察，伊即马咧改变，为什么我讲迄个氛围咧改变？连马英九即届去开啊，虽然伊无就是大肆宣扬，但是马英九确实伫大陆讲中华民国这4个字。好，我不管伊是有没有策略性，但是这是一个开端。所以我讲，你今仔若要解决这个问题，咱首先，咱中华民国，咱台湾的总统。蔡英文，你莫大家讲这个国家那个国家啦，啊，一些中华民国台湾啦，一些中华民国，啊，不是一些台湾，大家就哦，你的迄个宪法在咧开国致辞，到底你讲几摆中华民国，讲几摆台湾，你先莫做这种代志吧。过来我来讲啊，你有啥咱讲今仔就是823呢？咱来去看下嘛，当初所有历史解密的文件，当时候蒋跟毛之间，因感觉上重要就是讲绝对袂使互台湾。就脱离所谓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想象共同体。我说讲，你即马咧看这个问题时，你在想讲，到底咱后一步爱怎行？所以咱甲咱的迄个立基徛掉，讲我中华民国，其实伊即马伊对这个物件，你去观察哦，伊其实开始咧放嫩啊，不管他是不是统战。但是伊佫是统战，但是伊其实是策略性的。伊咧放嫩，我才惊咧。对，所以咱惊无要紧，但是咱惊咱爱知影讲，咱悄人爱安怎去做。咱来取咱台湾最大的利益啦，不你讲即马照赖清德的讲法，伊讲的4个坚持延续蔡英文的做法，但咱看到不是安尼啊。啊，你若讲到迄个民调，为啥为126？我感觉其实足简单的，伊徛伫民进党的即马的立场。好，我为啥你讲民调，我有法度到底有法度冲过迄个所谓迄个天花板无？为啥咱讲台湾民意基金会即马做哇4%？但是我徛伫国民党的立场啦，你爱俩4-5来拍这个选战。但是为什么呢？因为即摆咱讲的基本盘，一般是讲433，啊，若是加上了郭台铭的4222来看这场的选战的时阵，我感觉大家就要开始思考啊，到底什么人真正对咱中华民国会使互咱真正好好的过日子，这是咱选的嘛。但是问题，我讲即摆看赖清德甲蔡英文做的，他人讲一句简单啊，你去问老百姓的感觉。咱即马过了真正有较好无？问人民的感受嘛。其实你看，伊进前开全代会当中哦，你会记无？伊讲台湾经济上20年上好，到尾主计处公布连什么，迄个咱进出口连11黑啊，然后咱没办法保二，台湾人过到这样啊痛苦的时阵，总统那离我们这么远，所以我说大家爱加油，咱佫是一家伙，咱佫是一家人，但是咱今仔莫佫混到咱陈明义议员讲啊。莫阁甲我讲一下543，活在当下，啥物对咱人民感受上重要？巴肚嘛，顾做爱顾巴肚啊！无要紧，你要讲，啊无我头讲啊，你若真正这么啊爱台湾，你全面执政、全面过半，你早就会使台湾独立吧？你即摆甲我讲的遐话，我拢感觉讲，啊，这样是装笑的吗？啊，你会使做袂到，还是讲邱毅人啊讲遐的话时，你赖清德有出来甲辩一下，讲啊，你黑白乱讲，邱毅人讲的话，大家会记得无？你赖清德嘛无啊，所以算假啊。所以重点就讲，咱台湾人即马，若是这3个啦，我讲唔是三只小猪啦，徛伫我甲大家，因唔是3只小猪，我希望因3，你知无？啊，桃太郎会记得无？桃太郎去征法有3种动物，猴子、鸡跟狗。我希望他们3个人好好想这3个角色。到可能你就要忠心嘛，咱好友谊啊，好啊做代志啊，啊加着规工咱的这看问题啊，你也甲所有问题拢讲出来，因为你唔惊死啊，你就直白，你就讲啊，啊一个搞就是讲，你郭台铭，你要精得像猴，你要告诉我们怎么做，所以桃太郎那3只会比较重要啊，因这3个人那唔肯合作，我甲同仁报告就简单呢，咱常常讲有一个哲学，一种向上管理，一种讲向下管理，咱即嘛。咱所有非绿阵营的人，你3个拢袂好，好，无要紧，3好加1好，你若继续安尼舞，
泛蓝所谓的非绿阵营，咱就爱甲咱的民意，甲这3个人讲，恁若搁安尼侮落，无要紧，小拄会着。啊，大家讲即摆上歹就是蔡英文安尼啊。问吼，有这个民意基础的两位啦吼，恁即摆所面对的这个第一线的这个民众的这个意图，到底过到高吼？这到底是安怎想的？恁是安怎？还是讲恁若唔敢讲，恁就爱问因，还是因互你传达什么意见？我是感觉讲，希望他们是台湾3结义啊，卖讲什么搞啦、龟啦，什么。最近大陆有一条歌就红的哈，他就讲说马户叫做驴啦，幼鸡叫做鸟啦，啊幼鸟叫做鸡啦啊。我意思讲吼，当然啦，咱若讲俏谈会使啦，但是如果在讲这件事情，我感觉讲，我讲一个就好，郭台铭现在还没有宣布，好，但是我感觉讲，国民党应该照你讲，卖讲吼提过去的物件吼，讲给，我感觉无需要。每一个人只要你合于中华民国的宪法，合于我们的选法，你拢会当选举。哎，讲啦，伊即摆唔是国民党的，伊若是国民党的，你国民党讲你这背骨啦，你这乱来啦，你这输袂起，伊即摆唔是国民党嘛？那我感觉讲，听听看他的想法。所以这3个人哈，我认为不管是柯市长、侯市长，或者是郭董，因3个人不一定是3个臭皮匠胜过1个诸葛亮啊，3个好好协议想一想，迄当阵吼，咱阮副总统卡尾就令啊，我来讲，你错你蛋啊？为什么？其实台湾人民是很清楚的，民进党这几年做了无好，但是呢，你这3个你若无人互期待，都啊无期都够互因走嘛，就是安尼。你无差啊，对，就是要有期待啦。你有期待吼，但是咱郭主席敢会使？无啦，即摆应该是看安尼吼，即摆台湾有60%的人希望会当政党轮替，这是60%哦。啊，即摆民进党的策略是安那？你看即摆的民调，就会知影，伊即摆就是拍你侯友宜甲柯文哲2个人，敢若差不多，啥拢袂摕。啊，即摆郭台铭是安尼啦，因为伊差不多就是8%、10%。议员啊，你拢看会出来啊，你毋就讲互因听。对，啊，所以你看嘛，卖着急嘛。你知影？你煮饭卖一直显嘛，爱豆豆啊煮嘛，对无？我即摆毋知这是都一个先拜讲，所以你看哦，明年正月13，即摆大家希望是60%的人爱政党轮替。为什么？因为过去7年8年的时间，大家过了艰苦嘛，食袂饱嘛，经济歹嘛，即摆的问题是伫咧遮，所以即摆咱地方大家看会到，地方的人讲啊，恁即摆伫咧乱啥？为什么拢还袂确定？啊，安尼是要安怎拍败民进党？即摆是地方阮第一线的人吼，大家拢甲我讲哦，大家就焦虑诶。为什么即摆的民调会豆豆啊落来？是因为大家感觉讲啊，恁咧乱甲安尼好啦，安尼我不要表态，我拢莫讲，即摆就互伊安尼走。等你确定即摆有能力会当拍败民进党的时阵，再来讲。你有信心？这。加搞搞有通啊整合起来。我是感觉吼，这3个人吼，拢阮安尼讲啦，不要说加搞搞啦吼，这个比喻嘛袂歹。不过我是感觉讲，即摆地方吼，即摆地方是希望不要3个和尚没水喝啦。即摆问题是伫咧遮，所以地方大家我甲你请教一下，郭主席家己的意愿是安怎？即摆我会当直接讲。甲过党的2个，怎么海边啊咧，山明海誓，大家看了足期待啊。啊，当然啦，因为即摆大家我就讲，即摆到底是像不像？无啦，即摆嘛毋是像无爱像啦，因为大家吼拢是独立的，大家拢会当来选举，这是台湾中华民国宪法啊，所以阮即摆卖着急，水到渠成嘛，时间到自然。卖讲现定了对嘿，我甲你讲啊，迄电锅吼贴起来就知影啦，对无？爱食好饱无？台湾人民爱过了好无？即摆豆豆啊来。想要来7-11家己买啊。迄是素食啦，素食较无健康啦，所以食了换腰咧。来，蔡老师。豆豆啊来啦。其实是安尼啊，就是讲。因即摆一直无法度夹做伙的原因，就是对于民众党来讲，有8席甲10席的实力。柯文哲伊的支持度会当换做伊不分区的啊。即摆差不多稳定是25%左右。对，好，25%嘛。我讲唔难了哦。啊，我的意思就是讲，啊，我若交你夹，我到底是要用？因为我有党嘛，啊，你嘛有党嘛，啊，就其中一个一定爱安怎？因为这联合提名的代志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吼，是安怎伊交过党的，比如讲。讲的山明海誓，啊，计讲着真袂歹势啊！吼，啊是安怎安尼？因为这最简单的道理，你要讲这件代志，就是全部无迄个3阶段的啦，就是1阶段全部拢叫来，吼，啊，恁大家要敲啥物，拢做一阶敲，毋是讲等你拢提名了，才来讲，啊，无你退选啦，啊，无你退选，迄一半迄个虚报啊，吼，专头啊！他就讲啊，到11月
还佫有机会嘛吼。这饭会当煮到11月。无啦，这饭爱豆豆煮啦，莫着急啊，无迄米心无头，安尼是袂使啦。米心袂当无头啦。其实我甲大家报啊，免紧张的原因是为虾米啊？我讲咱看政治吼，内行的看门道啦，外行的看热闹。你对柯文哲主席伊迄阵宣布讲民众党提名迄天开始，甲迄个咱侯友宜共一天，你去注意哦，后壁伊开始讲啥物话？侯友宜不，咱的柯文哲讲过一届哦，讲啊，咱是今仔日吼满心期待，不二三看有通听到啥物物件，结果拢脑损。无柯文哲迄叫我那阵嘛个慢慢等，袂使讲现顶。无，但是连咖啡无啉到呢。没啦，因为有啥呢？你讲我那这绝情啦，瓜主席。无啦，无啦，伊有讲啦，歹势吼，因为今仔日咱主席吼受访的时阵有讲啦，要啉咖啡随时拢会当啉啦，不用啉互别人看啦，啉咖啡是爱豆豆啊品尝，豆豆啊讲嘛。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即摆吼，大家足侪期待的。吼，这讲事实是足侪期待，不过即摆会当看得出来吼，民进党即摆的策略是有调啊。好，今麦民进党的策略，卡叔讲明仔载就要投票，今麦卡叔讲要冲到40%，明仔载民进党就中选啦。所以今麦感觉吼，我是感觉讲，今麦在野吼，在野的所有的人，大家爱看好清楚，明年吼1月13号，明年到底是要安那？我是感觉讲，大家豆豆来，卖着去，讲好清楚，真正卖着去，因为为虾米？食紧弄破碗嘛，对无？无，应该安尼讲，我补充真宇，就是讲简单来讲，你对柯文哲讲过的话，你去检验伊一路行来，我讲即摆就真的，足简单的嘛。你今仔我若甲你讲，哦，我为着顾全大局，我绝对袂选。啊，本来国民党也是啥爱甲你换，本来爱互你100块，1块哪会遮早讲，互伊50块就好啊。所以我是柯文哲，我一定嘛讲到我绝对对，我一定讲到上尾。但是呢，因拢巧人啊，遮个人因他们就敢若拍胶牌咧雕牌啊。你认为因这三个高价高，这几个因会唔知讲因若搁安尼舞落，其实因拢无机会。虽然对台湾，你的意思是袂当舞伤久咯？我咯，这个剧爱看到差不多9月底，甲差不多是安尼。为什么呢？因遮拢足巧的。我甲你讲，因想啊，我到底安尼个舞落，我到底会得到啥？这猪跳油冒臭糖加皂刷落是巴拉红机呢。所以免紧张啦，这个人我甲你讲，因算比咱搁较精啦，他算得很精的啦。想要5分钟啦，每一个人1分钟吼，你甲咱讲一下，议员啊，到底咱侯友宜吼，看起来面调。咱也必须要讲大势是，拢真好玩呐吼。伊即摆的精势是要来合，应该是较紧吧？哦，你家己的态度咧，你代表着我个人的态度是安尼啦。国民党提名，绝对爱国民党爱赢嘛吼。我定下讲你是要选还是要赢？啊，你若知影讲你选咯袂赢，啊你要安怎选？共款，郭主席嘛共款。我是感觉讲吼，若是讲现在看起来3个都是为了中华民国而选。好，既然是安尼。啊，大家的共识就是讲，民众做了不好，爱换人做啊。那你要让人家觉得你这一组，你这一组人是能够期待的。啊，若无讲起来，到尾也就是安啦。啊，我就放假，我就看电影，我切心嘛。啊，你都袂调，我投票都不爱去投啊。上惊是安尼，啊，从民进党期待是安尼啦。所以我感觉讲，他们要高度智慧啦。你讲我要用正的落去选，啊，你袂调无效嘛。所以正负，我觉得。大家都讲，我都可以不要正的，大家都说我不要正的，就是互不否认治权，对不对？互相承认的，大家都说我可以不要做正的，然后大家来谈就有机会。啊，而且重点就是讲来讲去啊，老百姓啊讲就啊，你哪会白哦？恁咧安那讲，你是巧恁的代志哦，大家无清楚。但是大家如果清楚交代，为什么我们要和？和的目的是什么？那这样子就有机会。是来。其实我是感觉安尼啦吼，大家爱有共识啦吼。假使讲爱台湾人民好，咱大家爱安那合作，咱大家豆豆啊讲。不过我个是感觉呢，台湾民众党，阮是无爱安尼政治分赃啦。所以拄则民意大兄吼，伊讲实在，就是讲假使讲大家目标是一致，安尼大家。慢慢的水到渠成啦，这个是道德宽算啦，吼，这道德宽算。无啦，因为我是感觉吼，咱所有的吼大头吼爱较有智慧的啦，因为咱下骹的人吼第一线真正大家拢插着啊啦，嘿插着，大家拢足紧张的啦。不过我是感觉真正卖着去豆豆啊吹，甲饭吹好透啦，安尼较重要啦。蔡老师，其实是安尼就是讲吼，这个坐轿的就算伊要刷，迄个光轿的无爱刷。
讲讲讲，咱都讲到这个时阵啊。无咯，阮看戏啊，无爱刷咧。看戏嘛无爱刷，啥物做副的啊？这点就袂通，因为我提名就是要选总统的。我刚才这个地方都讲3、4届去啊，那会当甲我放杀。对，啊，你讲大家拢卖做副的，好啊，到尾啊一定嘛有一个去做正的，啊，即摆我想要你做正的，我搁变副的，我感觉伊就讲吼，这讲这有一点仔讲较无可能，我毋是讲完全无可能啊，但是你就是讲啊，无你卖选。啊，无你卖选，吼啊，大家来吵，所以这有难度啦，吼，毋是讲民进党故意讲啊，恁两个吼，恁去，互恁去安尼，其实就是安尼啊，因为伊的民调拢差不多。蔡老师，你认为是无可能啊？啊，拍死甲啦！我讲哦，火烧狗了啦，无望啊。什么意思？无啦，因为我来讲啦吼，选举拢政治的不能脱离人性啦，无人100分啦，所以即马国民党因爱做的，就是讲你即马讲，大家拢讲好的，你讲家己的安怎好，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免去讲别人安怎拄啊啦，啊无即马人那像徐耀章，那变做是嘉义陈明文的事件的翻版。就可怜啊！哦，你爱注意到这哦，所以我讲，即马侯友宜来身为国民党的候选人，伊开始爱想，到底人进行公益的遐无好的代。